大家好，我是方莹，我是尊贵的专度国仁波切的弟子，也是克切拉的中文翻译，已经有8年的时间。那么借我上一段视频呢，就最后跟大家讲解的这个四十五十颂的这个第19颂。那么今天呢，我将跟大家继续从这个四十五十颂当中的第20颂开始说起。那第20颂说的是有心要得无尽成，所有最上诸真丸。上师心中欢喜悟，常时诚心而奉献。那么这边所说的无尽成说的是什么呢？那就根据宗喀巴大师的这个注释的话呢，无尽成其实说的就是无尽的成就。那么这个无尽的成就说的是什么呢？在根据宗喀巴大师的讲解呢，无尽的成就其实说的就是我们证的佛的这个3生当中的这个法身。法身它其实就是一个没有形体的一个存在，它就是一个佛性，佛性是没有任何形状的没有任何形体的，所以因为这样子，它是这个佛性是不受任何限制的，它其实就犹如这个虚空般一样无穷无尽浩瀚无穷，然后也是耗之不尽，然后无有尽头的所以这个无尽的成就，其实要说的就是佛的这个3生当中的这个法身。那说到佛的3生呢，就大概跟大家略的讲解一下。法身就是我刚才所说的那样，其实就是一个佛性，是没有任何形体的，是如虚空般无穷无尽，也是耗之不尽的不受任何的限制。那报身是什么呢？报身就好比说我们看到文殊菩萨、观世音菩萨各个菩萨，那他们呢就显现出因为修行有成而显现出这个相好庄严这就是报身就是我们所看到的这些佛菩萨。就是我们好比我们看到这些佛像，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佛他的这个身体有什么相好庄严他的手他的脚是如何的长得多么的好看，多么的庄严这就是报身。那至于应化身呢，就是我们在藏传佛教当中尤其最容易看得见的这个应化身或者是化身的最好的例子就是藏传佛教当中所说的这些活佛。当然活佛并不是一个正确的用词，它也并不是一个最恰当的用词其实这个活佛是我们俗话，就是汉人里面比较用通俗的话来说，其实活佛其实说的就是一个佛的这个化身，尤其是在藏语里头，这个所谓的活佛在藏语里头是叫 true gu。那这个 true 呢，其实说的就是化现的意思，gu 其实就是这个身体的意思。所以这个活佛其实就我们俗话里面所说的这个活佛，其实在这个藏语里头，它其实要说的就是一个化身。那其实谁的化身呢？那当然自然就是佛的化身。好，所以这个是3生当中，我大概跟大家略讲过3生。当然这个佛的3生，它其实还有更深一层的这个讲解跟这个理论在后面。那大家呢可以自己去搜寻更多的资料。那这个偈颂他要说的是如果我们这些弟子想要获得这个佛的这个法身，就是证得这个佛果其实意思也就是说成佛，那我们就要常时的向自己的上师做供养物质上的供养。从最小的这个东西到这个物质品质最高的这个东西所有你觉得最珍贵的、最难得的就是你觉得最好的东西、最漂亮、最美丽的东西你都要常时的供养给自己的上师。那么呢，你就可以获得这个佛的这个果位，也就是佛的这个法身。佛的这个法身。那至于然后弟子做了这个供养之后呢，上师由于他们要帮助这些弟子消除他们的这些对物质的这个欲望，或者是他们对物质的这个贪执心呢，那这个上师呢也理应的接受弟子的这些供养。其实我们的上师他们是佛嘛，佛其实他对这些所有的供养，所有的这些物质的东西，其实他们根本就没有任何的贪执，他们也没有见得说特别喜欢也不是真的就是那种非要不可。但是因为弟子他要帮助弟子累积功德，他要帮助弟子消除对物质的这些欲望放下帮助弟子放下对物质的这些贪执，那他们也必须接受。所以从上师的角度来说，他们也必须接受这份供养，才能帮助到这个弟子其实也不单单只是说弟子供养给上师，上师也必须出于这个帮助弟子的这个发心呢，去接受这些供养。所以其实这个对双方来说
都是存在着一定的这个关系，也不单纯只是说弟子必须这么做，其实上师也必须帮助弟子而去这么做啊。其实上师方面，他们根本就不需要任何的供养，他们也没有喜欢，也不贪执任何的供养啊。但是为了帮助我们呢，上师自己也必须欢喜的去接受它啊。那么接受了之后呢，那这个弟子才能够累积无样的功德，然后呢，也可以帮助这些弟子消除他们对物质的贪婪和这个欲望。好，那么到了第21颂，第21颂说的是施供金刚阿舍离，永施所有不达等，所以此事复得得，复得能得金刚界，福德吧啊，这边应该说福德，所以此事福得得，福德能得金刚界。那这个偈颂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如果因为我们每个这个修行人，尤其是这个你要学密的这个弟子呢，我们其实有一个承诺，就是我们修行上的一个誓愿。那我们要尝试的就是做供养给众佛菩萨。那如果你经常把这个供养呢，做给你的这个上师，就是向自己的上师做供养的话呢，其实你也就已经完成了这个誓愿，就是向众佛菩萨做供养的这个誓愿。那这边它的表面上字面上的意思是这样说没有错，但是它其实要深一层的，就是说其实我们的上师跟众佛菩萨是没有分别的。当我们给自己的上师做供养的时候，其实也就等于是给众佛菩萨做供养啊。它其实背后的意思是这样。所以当我们在给自己的上师做供养的时候呢，也就等于是给众佛菩萨做了供养一样啊。然后呢，当我们给自己的上师做了这些供养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累积无量的功德啊，非常非常大的这个功德，无穷无尽的这个功德，帮助我们来获得这个佛果。那这边他就说了，如果你做了这些供养之后可以获得佛的这个果位的话，那么其他更小的成就自然包含在里头啊。也就是说，我们已经获得最高的这个成果了。那至于下面那些成果，自然也包括在里头，啊，所以呢，我们就是他的意思是说，这个做供养给自己的上师所获得的那个果位，所获得的那个成就是最高最无上的。当我们获得最无上，做到最无上的这个境界之后呢，其实下面所有其他比较小的成就，自然也就包含在里头。也就是说，我们也同时做到了，或者是获得了比较小的那些成就啊。因为我们获得最高的成就，那么底下的那些比较小的成就，我们自然也是已经证得了。他的意思是这样。那所以呢，对，然后呢，对，所以呢，我们就要就是非常勤于的对自己的上师做供养，因为我们本来就已经有这个誓愿，要常时的对众佛菩萨做供养。那么我们现在有一个上师，我们就向上师做供养。那向上师做供养，也就等于向众佛菩萨做供养，意思是一样的。然后呢，给上师做供养的这个功德呢，是可以让我们获得这个佛的这个果位啊，就是最高的那个成就了。还有什么成就啊？你说神通嘛，神通的成就怎么会比成为佛得到佛的果位来的更大呢？所以意思是说，当我们获得这个佛的这个果位之后啊，那些神通啊，其他的那些小小的成就，就自然包含在里头，就更不用说了啊。他的意思是这样。那我们就来到第22颂。第22颂说的是什么呢？第22颂说的是，所以想学求法者，有了具戒忍功德，慈心圆满优越子，孤鲁无二金刚持。那这边他要说的是，在这个偈颂里头呢，他要说的是一个弟子一个具格弟子应该拥有哪些特质？那这个特质呢，就是拥有一个大悲心。那这个大悲心呢，也是大乘佛教的一个非常根本的一个特质，就是拥有这个大悲心。那这个大悲心，除此之外，拥有大悲心之外呢，这个弟子呢，也必须是持戒清净的。除了持戒清净之外呢，他的这个身口意也必须是常时为了其他众生的福祉而做奉献。也就是说，这个人这个弟子，他会用他的语去利会一切众生，会利会为了这个怎么说一切众生的这个福祉。那我们说语嘛，可能他这个弟子呢，他就会去说法
啊，他会去怎么说去弘扬这个佛法，用他的自己的语去弘扬佛法，那么就可以利益到一切众生。那么用他的这个身口意，那么说身好了，那这个身呢，他就可能做打个比方哈，就是这个弟子可能做很多的这个修行啊，因为这个修行能够帮助自己消除业障，然后证的这个功德，然后可以成佛，然后可以到后来成佛之后，在大圣里面成佛之后，其实就是要去解救一切众生嘛。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或者是说这个弟子可以用自己的身体去身体力行的去帮助别人，可能去做慈善。可能是帮助有需要的人，他用自己的身体。那这个意呢？意念呢？其实他就表示说，这个弟子长时间都在想着要怎么去帮另外一个人，去帮助另外一个众生。他时时刻刻都在为着别人去想为着别人去想可以怎么做得更多，怎么可以做得更好。那我们一般人的意都是在想些什么呢？当然不是说这个要贬低我们，或者是批判我们自己的意不够好，还是什么？但是我们就以一个比较客观的角度来看，我们平凡人的意。长时间都在想着什么呢？一般上我们都在想着我今天过得好不好，然后我下一餐要吃些什么，或者是我下一个那个假期我要去到哪里去旅行或者是我今天想要见谁或者是我今天过得快不快乐，还是我喜欢这个我喜欢那个。我们一般人的这个意呢，其实长时间都在围绕着自己的这个所思所想我们都是照着自己的所思所想以自己的这个利益为出发点。我们自然就先想到自己，再想到别人，这是一般情况下我们的意都是会这样想的。但是一个真正具格的这个弟子，尤其是这个学面的这个弟子，那他们的这个意呢，应该是长时间都在为着别人想的，而不是什么都是先想到自己。那他要说的含义是这样。那除此之外呢，这个弟子呢也必须持守3种戒，而且是清净的这个戒。那哪3种戒呢？就是别解脱戒、菩萨戒和密乘戒。而且呢，他们呢，这个弟子呢，还可以就是经忍，还有忍受，可以去忍受各种各样的这个挑战跟磨难，就是在这个去帮助众生的这个道路上面呢，他们可以忍受，可以坚忍任何的这个挑战、困难和艰困，就是只是一心要帮助众生他这个弟子呢，应该有这样的一种坚忍的这种心理。那他们呢，也必须是自己的上师。跟金刚持是一样的，无二无别的这就是我们后来就是最后一句所说的嘛，孤鲁无二金刚持，就是说我们自己的上师跟金刚持是无二无别的。那这个弟子呢，就是我们再回去总结一下就是这个想要求法的这个弟子呢这个具格的弟子，他除了必须拥有这个大悲心，然后必须持守清净戒律之外，他的身口意都常时必须为其他众生着想之外呢，他也必须就是能够坚忍一切的这个困难就是在这个帮助众生的这个道路上面，他必须坚忍一切的这个困难。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必须是自己的上师跟金刚持或者是佛金刚持就是佛的意思这个金刚持就是说密的这个佛的一个划线，那他就必须是上师跟金刚持是一样的，无二无别的。然后呢，再根据这个噶当派的一个葛西波多瓦他所说的那样他说这个弟子呢，如果他可以如果这个弟子他是金刚持，是比自己的上师是更好的、更高尚的或者是成就更高的话，那这个弟子呢是不可能拥有任何的修行的高成就他的意思是说，可能人一般上都会觉得可能佛比自己的上师是更好的这个在成就上是更高的。那如果你这个弟子他心里面有升起这样的一个念头，或者是有这样的一个思维的话，那么这个弟子他不会有任何高的这个成就其实上师跟佛是一样的，我们不可以说上师比佛高，或者是佛比上师高，在成就上在修德上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应该是无二无别的。OK。那么再说呢，他再进一步的说就是我跟大家讲解的这个内容，其实是来自这个葛西雅旺达杰。葛西雅旺达杰就是格鲁派的一位这个葛西，那他是这个迦叶赤迦仁波切的弟子那他就是在迦叶赤迦仁波切的座下听了这个世事五十颂的这个讲解，就把它写成一本书。然后我是根据这一本书，它是一本英文书来做讲解的。好，那再继续的说下去。他说，如果我们在做这个观想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观想
比如他给了2个情景啊。第一个情景是我们在这个弟子在做观想的时候呢，如果我们观想说这个本尊啊，你的这个观想的本尊，你所修的这个本尊，这个本尊的修为是比你的上师高的，然后你的上师的修为是比这个本尊低的话，这样其实你就犯了一个过失。那这个过失呢，就会让你没有办法证得一个高的修行成就啊。即使你做了这个观想，你做这个禅修100年这么长的时间，因为你有这样的一个过失，所以你也不会有任何高的成就。那么反过来说，第二种情况是，如果你在观想当中能够观想你自己的上师跟你的观想的本尊的修为，你的成就是一模一样的，无二无别的话，那么呢，你就不可能不会证得任何的成就啊，任何高的成就是不可能不证得的。意思就是说，你必然会证得这个修行的高的这个成就。好，那再进一步的说呢，这个金刚持呢，其实就已经跟我们承诺过啊，他会以一个上师之身，用一个上师的形象出现在这个人世间。他金刚持就曾经说过，在这个五浊恶世的这个时代呢，我们就不应该担心说，不会再遇见金刚持本身啊，因为金刚持呢，它会以一个金刚上师的这个形象来示现啊，所以呢，我们就应该做弟子的就应该培养起这一种能够视上师为佛为金刚持的一种心理啊，因为这个是金刚持给这个众生的一个承诺，所以我们应该也要相信，然后应该培养起这样的一种思维。那么来到第23颂，第23颂说的是：若足他过上师影，获罪恐怖如破塔，渔床坐鞋等资句，莫过获罪何况说。那这边要说的是，如果我们的脚踏过上师的影子啊，就是我们的脚踩过上师的影子，那么这个罪业呢，就好像我们去破坏佛塔一样啊。破坏佛塔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罪业啊。那如果我们的脚踏过上师的影子的话，我们的这个罪呢，就好比我们去破坏一个佛塔一样。那么如果我们再说我们用脚踩过上师的床、上师的这个座位法座啊，或者是他坐的这个地方，我们的脚踩过上师的鞋啊，这些等等的东西之后呢，我们的这个罪业呢是更大的了，就更不用说是肯定是更大的，因为如果只是踩到上师的影子，那个罪业就如此之大的话，那就更不用说踩过上师的坐骑，好比他的马啊，上师的法座、上师的鞋、上师的床，那这个罪业是肯定是更大的。啊，然后呢，这个呢，其实，在宗喀巴大师的这个针对世师50颂的这个注释啊，就是承满弟子希愿的这个注释里头呢，其实宗喀巴大师有在进一步的说明，为什么就是这个罪业是如此之大。那么宗喀巴大师呢，也在这个承满弟子希愿的这个注释当中呢，进一步的跟大家引述这个说法是在哪一个密学经典里面有提及的。那这一个宗喀巴大师对世师50颂的注释承满弟子希愿呢，可以在宗喀巴大师文集的18卷文集当中的第1卷就能找得到。好，那其实这个以我个人的理解来说，为什么好像听起来这么的严重呢？这个过失为什么那么严重？其实我们可以从就是一个比较怎么说比较生活化、比较俗世的角度来看。我们不踏过上师的影子，我们不踩过上师的床、上师的这个座位、上师的这个坐骑，其实也就等于是训练我们自己的意识力啊，我们也怎么说，提高自己的那种警觉性，我们的意识能力，然后也提高我们自己的那种纪律。其实从第1颂说到目前来说的第23颂，其实它整个都是在训练我们的意识，训练我们的纪律。那你说，这个修行跟纪律有什么关系？纪律，我们说纪律来说，这个纪律跟修行关系可大了啊。其实纪律跟戒律其实是蛮相似的。当我们有纪律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自然的也就能够把戒律守得更好。那我们为什么说需要这个戒律？我们为什么需要这个律？因为我们大部分人都是非常的散漫非常的懒散，非常的散漫。那其实在整个散漫跟懒散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会往往做了一些伤害别人的事情，或者是伤害自己的事情，都不知道。所以当我们有纪律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在
训练自己的警觉性，也在训练自己的意识能力。所以这个纪律跟修行，如果你说为什么我要从俗世的角度来说，那它还是关系非常非常的密切的啊。就好比我们说纪律来说，我们控制自己的语，那如果我们是一个有纪律的人，那我们就可以比较好的控制自己的身语意啊。我们的身体可能我们就不会去做伤害别人的事情，或者是我们不会用自己的身体去做一些会影响别人心情的事情啊。说语吧，语就更直接能够看到这个效果。如果我们是一个有纪律的人能够控制自己的语的话，那就是说我们能够意识到自己的语，我们该说哪些话，我们不该说哪些话。这其实除了纪律之外呢，也同时提高我们的意识能力，我们的警觉性。那我们就会控制自己的语，不会随便的说一些话就去伤害到其他人的心啊。然后我们的意呢，要控制自己的意念的话，我们更需要纪律啊。其实纪律其实就是一种管制自己能够控制的一种状态。那如果我们有纪律的话，我们就能够更好的控制自己的所思所想。那么所思所想控制好之后有什么好处？当然我们每一个动作在做之前其实都是反复的想过了啊。所以当我们这个意念能够控制好的话，那我们也就能够控制自己外在的行为啊。就是我们因为很多事情都是我们做之前都是我们反复想了很多次，那如果我们可以从我们在思维方面做好控制，做好这个调服的话，那么我们在行为上也就能够更好的去做到控制，能够去做到不去伤害到别人。所以意来说也是需要纪律去控制的啊。所以这个不要去踏过上师的影子，不要去踩过上师的鞋子啊，座位啊，然后他的坐骑，这些其实都是在提高我们的警觉性啊，提高我们的纪律。其实我们的上师尊贵的詹都古仁波切就曾经说过，上师他就是作为你的一个训练场，它就是一个你训练的一个对象，就是说你把你的上师作为一个你可以训练的对象啊，你就要培养恭敬心，你就跟你的上师从你的上师那边去培养出来。然后你要说你要提高你的警觉性、纪律这些东西，那你就从承事上师、服侍上师的方面做起。那么上师就是你的一个训练场。然后你对你的上师做到之后呢，培养到这些警觉性、纪律性，能够持守戒律之后，那你未来就能够用这样的一个特质去利益别人。所以上师其实非常慈悲的来成为我们的一个训练场，所以我们应该要很珍惜，尤其是跟上师非常亲近的人，就应该更好的去利用跟上师的这些相处的时间，然后承事上师的这些机会去培养自己的这些特质，培养自己能够成为一个更好的人，那么未来就可以去利益更多的众生。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就是弟子必须有这样的一个大悲心啊。当然上师的大悲心是更大的，因为他牺牲他自己让弟子让他自己成为一个弟子，可以就是他成为弟子的一个训练场一样。好，对，然后这就是第23颂的内容。好，那好，那我们今天这个视频呢，就从20颂说起，就是20颂、21颂、22颂和23颂。那么在接下来的视频当中呢，将会从第23颂继续说起啊。那好，今天的视频呢就到此为止。那谢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个视频再见。